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4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先来关心议会定期大会，议员刘美琪上午的总质询，锁定交通的问题，以及探讨争取城大运动场、甲监理站的空地来合作开发停车场，希望会当减少民怨。台南真侪旧市区道路拢面临严重的停车问题，所以当议员刘美琪听着市府向中央争取4个地下加立体停车场，总共16.6亿预算，要来解决问题。伊伫总质询就要求市府、交通局甲财主单位合作，不管如何8亿的自筹款，请马上请出来加速推动，以减少民怨。对此，交通局长表示，今年就先进行设计，5万2-3天来完成。把塞车钱挖出来啦，挖出来吼，互咱做一下停车场啊。因为其实我们说真的，台南市的旧市区道路都非常的狭小，拖掉又遭民怨呐。大家都说停车场不够啦。那既然有这样的土地，有中央愿意拨这样的1半的经费补助我们市政府来做这样的地底停车场或地下停车场，我想咱个无钱去捡嘛，爱捡来做啦。这个希望我们局长努力一下好不好？尽量想办法。我们也跟市长那边有做报告，就是说大概分年编列预算的，那大概就是说，如果说那个市府的公务预算不及的话，就基金可以来。另外，为了替当会民众来争取停车空间，议员除了建议甲监理站沟通，说出内部的停车用地，嘛建议甲城大合作，调火车头的运动场来开辟地下停车场，调向利益共享。对此，局长甲市长拢表示乐观其成，将持续甲城大沟通，并且争取中央经费。那边可以说是这个双铁共构的一个重要的交通的一个点了，而且我们现在台南车站的这个出入量人的出入量比高铁站还要多，所以停车开始停车开始真正需要。我们也曾经为这个案子我亲自拜会过交通部长，那部长也表达应该是为了火车站的未来的发展，这个案子是很值得来推动。那所以我想我们让他再成熟一点的时候，我们会专案再来拜会成大的校长，大家一起用合作的方式，那也让校园等等他有一份的收入。那么这边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双赢。今年两届议员刘美琪虽然涉嫌诈领助理费议案，一审被判3档8个月徒刑，已经上诉2审，不过伊也是尽议员本分，完成任内最后一摆总质询。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这届总质询期间，因为拄到好大雨的灾情，所以副议长郭信良上午规起将伊总质询的时间拨要40分钟，改成灾民、甲市府以及主管的座谈，希望会当直接替灾民解决问题。会长郭信良表示，虽然水灾过后，不管客家溺水还是农渔民等损失，拢陆续申报列入灾害补助范围。不过，伊嘛提醒市府，参照蛤蟆等养殖，伫水灾第一时间并未马上死亡，而是7天内才会陆续出现大量的死亡。所以，强烈建议市府和渔民延后通报，第3个月内完成申报地赛。文革呢，现在才开始死亡。因为你这蛤蟆第一时间拢是咸水，落雨落了过咸过正，哇海水第一时间佮引袂入来，所以粉叶到昨较陆续开始死亡。但是我们申报的期间只有到今天为止。问题造出来我们的农业相关单位认为文革不是在这一次天然灾害救助办法里面没有明示，各区公所也没有开始受理，这一点我希望呢，代理市长能够马上交代各区公所，根据天然灾害救助办法里面的第6条，还有延迟性的问题，立即向农委会来报告，是不是能够让这些延迟性
发难的一些的灾难的农作物，能够延长申报的时间。因为这摆水灾引出这个问题，会长表示，真侪陈情人需要详细说明，但是无法度进入艺术厅，而相关局处官员嘛无法度马上解说得到解决，所以所剩的总结顺时间，拢改做座谈的方式，和受损的灾民甲市长等相关局处长做伙面对面沟通。包括防洪拿内面相关的勇士户受到水灾严重的打击，但因为无合法的勇士登记，无法度领取相关的补助，所以希望寻求专案来解套，弥补因的损失。但新闻馆及林根采访报道。族群主流化政策算是台南优先，嘛是全国唯一推动的城市。所以议员古木哈少上午就甲所有局处长交换意见。希望因伫制定政策的时阵，会当替原住民设想，同时将所有福利政策透过资讯服务网的 APP 设立，互大家拢清楚了解。议员古木哈少上午伫总结时，有关大力推动族群主流化，要求各局处的业务政策拢要有族群的意识，其中就包括教育辅助、成立原住民教育信义委员会。由卫生局所主导的55岁以上增加喙齿，甲图画局所负责租厝等社会主体，以及社局的中青服务、老人健保等等。有人表示，这拢需要补助，以甲官员交换意见。而最后嘛，希望将所有的补助甲福利政策建立一套资讯服务网的 App， 让大家拢清楚了解。点进去之后，我跟你说。其中有一个部分，我们原住民台南有哪些原住民店家，或者是什么工作坊，都可以在上面。然后我们的族语学习教学有哪些网站，我们收集在这里。然后我们台南市原民委会，你们可以出季刊或是出月刊，你们可以用电子档的方式放在这里，然后可以让我们的族人或是让更多人看到台南很多的那个活动资讯，都可以在这个上面。所以预计今年会完成。今年什么时候完成可以使用？今年可以完成。今年。对。大概几月？我们这个都已经发包出去哈，大概应该我们最快希望能不能在年底能够全部的功能测试完整，就可以开始来使用。另外，刚刚议座所提到的电子刊，我们也都有在寄发，那以后也会结合这个 APP。议员认为，原住民为什么需要补助，其实是将因被白社权利讨倒转来利益，所以望各局处拢对因加深关心，在制定业务甲政策的同时，思考族群主流化。等新闻馆及林根采访报道。国民党因为欠305位退休的党工退休金，所以被党工委托律师申请假扣押党产，确保债权。台南地方法院伫5月查封国民党的党部了后，也伫9月4号上午举办第1次的拍卖。台南市党部甲新营党部拍卖总底价分别是1亿3168万，甲1亿4185万。不过因为无人投标，所以将另外安排时间举办第2次的拍卖。国民党因为积欠305位党工的退休金，所以，予党工委托的律师。各到台北地方法院申请查封党产拍卖，台南地方法院嘛伫5月23号查封台南市党部甲新营区的党部，法院嘛伫4号上午举办第1届的拍卖。因为这个案无人投标，所以嘛有计伫9月中举办第2届的拍卖。到时阵底价嘛会根据今仔日第1届拍卖的底价斟酌来减价。本件无人投标，请问有债权人到场要承受？因为话本件拍卖程序终结。本次拍卖开标结果，甲标台南市党部房地，乙标新营区党部房地均无人投标，债权人没有到场声明承受。第1次拍卖程序终结，本院将择期第2次拍卖。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良介伫咧接受电话访问的时阵表示，党中央嘛有甲党产会申请退休金，要互退休的党工。并再次呼吁第2摆拍卖时阵莫投标，避免造成无必要的纠纷。社会各界当然一般的投资客啊，对这个投资标的有这些纷扰啊，我想大家也不愿意淌这个浑水。那我们是希望说，
党产会尽快收手，那把那个该发的退休金，因为国民党已经向他申请，把这些退休金给人家发一发，对劳工的权益呢还是要顾嘛，我们正慎重的在向党产会做一个呼吁啦。日前信大甲某的慰安妇东乡的楼船嘛备受关注，台湾地方法院表示，东乡设立的时间是伫市东部防查封过后，毋是即届执行的标的物。若是特别的单位要处理东乡，就需要另外拍官司来解决。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安南区安定派出所的所长朱言，伫823水灾发生的时阵，为了维护灾民的安全，当时抢救派出所的警务装备，因为辛苦救灾，添甲困伫水内画面，受到各界钦佩，也互警政署长陈家清非常的肯定。8月31号特别前往慰问鼓励。9月4号上午，一日里长加乡亲也再次前往拜访，表达上大的感谢。咱安南区伫古早时代是大江内海，因为地势较低，所以只要落大雨就淹水。伫8月23迄天的大雨，安南区嘛传出严重灾情，就连救灾安定派出所临时驻地嘛淹水。所长主言，一边爱出面看灾，抢救受困的灾民，一边也该动员所内同仁共同抢救警务装备。等他无用完，才发现家己开10吨的老车已经泡水，袂记去救。最后竟是穿雨鞋加底裤，忝得困伫积水内面。这画面互乡亲拢相当的感动，嘛得到各界支持。对此，警政署长陈家钦嘛第一时间传简讯慰问，竟伫8月31号由警察局长黄宗仁以及第3副局长卢世民陪同前往安定派出所访视，慰问警察同仁的辛苦。除了得到上级长官的肯定以外，安定派出所辖内3位里长嘛率领乡亲，伫9月4号即天来到派出所，请所长甲警察同仁认凉的，感谢因伫水灾发生时无眠无日来保障因的生命安全。这次的水灾，敢若12点，东里西里损失足严重，安南派出所遮所有的警员由咱所长来带队，拢无休困，经过2-3暝日，食也毋知食，困也毋知困，包括上班上到真正话，都真正歇落去，坐落去，把手揢伊啊，困伊啊，忝，就伫真内底哩啊，伊也无法度啊真正，都阴去跳到内底嘛，所以即次包括遮水灾，阮遮同仁，阮里长同仁，无大家做袂，包括我，敢若物资的部分，你看，甲消防队申请这橡皮艇，来各家各户来发物资，了人之中呢，相对的地方派出所，甲咱遮的里长，对这次的水灾的付出，真正，咱里面会当去看。因为这回大水国家拢淹水啦是咱若要逐项拢免麻烦咱遮警政人员咱因也是足辛苦啦，因为范围太大，伊实在讲，因若要吹，有时嘛足无方便，是安怎讲无方便？逐只淹水伊嘛拢足悬，你车要过嘛无方便啦。所以讲，阮若会有法度该做的，阮就是该做；若无法度，咱就是拜托讲，咱遮迄个公家机关来甲因斗协助。实在讲，因遮警政人员有够辛苦的。迄天所长走我处理顺，迄天迄个树迄个康宁大石遐，迄树话要倒落啦。我伫迄个防护当中啦参所长落去走处理树安尼啦。加工我刷条落到规个手水一直淹开啦。2台警车伫外口阵也一直拢要已经要入水啊。安尼啦，遮警员大家真辛苦。对着乡亲的肯定，安定派出所所长主言真谦卑表示，这摆水灾是警民共同合作救灾，才互灾害降到上低。嘛，真感谢所有里长配合。当天因为我们的辖区有很多地方都有淹水那我们的里长都很辛苦，派出所我们都配合他们一起在四处封锁道路防止车辆淹水，发生灾情，抢救民众的生命安全。那我们很感谢所有的里长我们大家一起配合来完成这个救灾的任务。
当初也没有想到说自己的车子要先去。因为已经没有时间去注意那边了，我们要急着忙着救灾了，然后又要一方面要抢救我们的装备，这是最重要的。第三副局嘛表示，感谢署长甲乡亲的支持。伫8月23水灾期间，当然虽然真辛苦，但嘛因为有各界支持甲加油打气，每一位员警的心一直拢温暖的。当然嘛拢是心连心，手牵手，共同维护市民安全。第三分局安定派出所，站！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过的。谢谢。咱先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8月22号开始落的好大雨，伫台南真侪所在造成灾情。市府伫各区区公所的协助之下，帮助民众申请补助。目前已经完成8000外户的财损申报，希望帮助民众早一天恢复家园。对8月22号开始的好大雨，伫南台湾造成严重的灾情，同时嘛造成交通、农渔业侪损失。市府伫大雨过后，嘛积极协助灾民恢复家园。伫各地区公所的协助之下，帮助灾民申请补助，以从速、从优、从宽，用同理心办理。现在嘛帮助了8000几户的灾民完成灾损的申报。今天，市长也特别要求5位区公所的区长特别来做说明，他们是怎么进行的。也让各位媒体朋友能够亲自了解啊。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北门这一次，学甲、麻豆、仁德、永康，这几位区长来说明当时的一个状况，然后所有公所的同仁不分日夜投入各项灾后复原跟消毒的工作。那我们就是动员所有的人力，能够让民众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现在各地区公所嘛积极投入灾后的复原、消毒等工作，希望将整个大雨的影响降到上低。市府嘛表示，会将补助用上紧的速度送到民众的手中，嘛希望民众会使互第一线的区公所同仁支持甲鼓励，共同完成重建。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台病院将要兴建全国第一座的老人病院，除了硬体建筑物正伫兴建当中，伫软体部分，新台也甲广达电脑签署备忘录，要做伙来发展高龄医疗的新技术。全国第一座的老人病院，即马正由成功大学医学中心兴建当中，为着要将人工智慧应用甲服务，卖当运用伫咧医疗顶头。即马由着成功大学的校长苏慧珍，甲广达电脑的董事长林百里，双方签署着备忘录，要来共同为高龄智慧医疗来做打拼。在台湾的大台南的这样的地区，高龄化尤其明显的地区，我们应该要有不同的态度跟使命。在它的进出之间是方便的，在它的使用之间是友善的，更重要，最后无论从离开医疗场所到回到他的居家环境，甚至是其他的养护中心，它会在一系列因为智慧科技的进步所可以提供的不同的享受的条件、服务的条件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极致的表现。广达电脑董事长林百里也表示，电脑的进步已经对云端后一步要来发展到 AI 人工智慧，借由这个合作，也会将 AI 人工智慧应用甲医疗互相来结合。电子时代是一个10倍速时代，
但是一进入云端以后，我觉得说是100倍时代。所以说7年后我也到成大来，我说云端已经不重要了，已经是变暗了。AI 时代是未来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我可以讲的 AI 的革命，我想我知道说成大也是碧螺金鼓的迎接这个 AI 时代有非常多的人才去研究 AI 的变化。那我觉得说我非常兴奋能够参加这个团队。我想说我们很幸运能够站在这个 AI 革命的前面。成大提供着优质的医疗临床经验，广大公司也会将相关的科技技术改良，更加符合着医疗来使用。不止双方拢会当有所成长，嘛会当造福较侪长者甲病患。台湾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40分，中昼过后底将日转好的天气，温度26度到31度，落雨的几率有4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9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